好，如果你最近都覺得好重、好焗、好攰，但係又唔知點解，明明已經好努力，但係生活都係仍然唔係好順，滯滯地，情緒好容易爆，咁你一定要聽清楚，呢一個唔係你嘅運氣問題，係你嘅能量場出現咗啲問題。今日呢條片我唔止會教大家一套真正有效3分鐘就能完成，而且當日就會有明顯感覺到嘅負能量都會去清理嘅方法。仲有我仲會同大家去拆解深層能量嘅問題，同大家分享點樣可以長期穩住一個高能量嘅狀態，無需一啲儀式，無需道具，又唔係一啲好耐嘅冥想時間。只要你跟住我做，你就會即刻感覺到情緒平靜啦，身體放鬆啦，跟住腦袋都清晰啦，人都變輕咗。咁大家準備好未？咁我哋而家呢，就正式開始啦。首先我要同你講一個非常關鍵嘅重點，負能量呢唔係一個幻想，佢係真實嘅存在。人嘅能量場入邊呢，就好似一個磁場咁樣，佢係會吸一啲嘢嘅。當你呢長期受壓、情緒波動、捱夜、不停胡思亂想嘅狀態，又或者你係無意間吸收咗人哋身體上邊負面嘅情緒，呢啲呢都會變成情緒垃圾，死死咁樣卡咗喺你嘅能量場入邊，揮之不去嘅。當積聚咗越嚟越多，你就會越嚟越感覺到身體沉重，直情係重到好似俾嘢壓住咁樣，心煩意亂，少少事呢就會容易煩躁同埋發脾氣，做咩都覺得唔順手，運氣好似一直都滯滯地咁樣，精神永遠都好似唔夠，瞓咗10個鐘都係攰，明明都付出咗好多，但係呢都總係覺得得唔到你想要嘅結果。呢啲都係能量積聚，而且係塞咗嘅信號。今日我會教你呢套3步清理法，佢係直接可以用喺你嘅能量深層入邊，而唔係表面安撫，所以你先至會感覺到做完之後即刻有效果，今日即刻就會有效果，實實在在嘅感覺，而唔係空談。咁而家大家可以揾一個舒適嘅地方，一個啱你安靜嘅位置，坐好坐直，再甚至瞓喺度都可以，最緊要係你要覺得舒服就得啦。咁你可以埋眼睛，暫時放下所有你嘅手頭上嘅事，專注喺你嘅自己嘅身體入邊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咁第一步呢，我就會同大家切斷一啲外來嘅能量，負面嘅能量。咁最大嘅來源呢，其實呢就係來自大家外來嘅吸收，所以好多時候大家會好容易呢感覺到好煩惱，根本呢啲能量就唔屬於你噶啦。咁所以而家我哋要喺心入邊，你同我一齊講3次，我釋放所有唔屬於我嘅情緒，我釋放所有唔屬於我嘅情緒，我釋放所有唔屬於我嘅壓力，我只係保留屬於我嘅平靜同埋力量。咁呢一刻，你已經切斷咗唔係屬於你嘅能量干擾。咁從而家呢一刻開始，你唔會再隨便咁樣吸收到身邊人嘅負能量同埋負面嘅情緒，守住咗你自己嘅能量邊界。咁第2步呢，我哋而家就會進行身體淨化同埋疏通，只需要1分鐘嘅啫。
負面嘅能量呢，好容易呢積聚喺我哋身體3個地方。第一就係我哋嘅肩頸啦，第二係我哋嘅胸口，第三係我哋嘅腹部。呢啲地方呢，平時呢都係會容易唔舒服嘅幾個部位嚟㗎。咁而家呢，可以大家同我一齊做深呼吸3次，吸氣，慢慢吸滿，將空氣同埋平靜吸入自己嘅身體。呼氣，慢慢放咗啲氣出去，將壓力、悶氣、焦慮全部都吐出去。吸氣，吸滿成個胸腔。呼氣，放鬆全身。吸氣，感覺到滿載而歸。呼氣，完全釋放所有不適、唔舒服嘅嘢都釋放出去。跟住輕輕咁樣試下鬆一鬆個肩膀，然後再突然放鬆你嘅肩膀，感受到呢一個肩頸嗰股繃緊嘅感覺，慢慢咁樣鬆開，唔好再纏住自己。最後將雙手輕輕咁樣放在你嘅心口度，感受你心入邊嘅心跳，感受平靜一啲一啲咁樣返嚟。你會發現胸口唔會再有焗住嘅感覺，腦袋都冇之前咁混亂，感覺到腦袋都好清晰。第3步，我哋而家又用1分鐘嘅時間去將高頻率淨化，再加充電自己嘅身體。而家我哋繼續閂埋隻眼，然後想象一股溫暖而乾淨、閃閃發光嘅金色嘅光芒，跟住慢慢咁樣喺你個頭殼頂，緩緩咁樣落到你嘅身體，輕輕咁樣包裹住你全身。呢啲嘅金色嘅光芒包裹住你全身嘅時候，你感覺非常溫暖同埋好舒服。呢道光會慢慢咁樣穿過你，係由頭部、面部、頸部、肩部、胸口、腹部、背部，然後雙手、雙腳，然後落到去腳底。呢道光會幫你做3件重要嘅事。第一，係會溶解你身體入邊混濁嘅負面能量，將所有嘅淤塞全部都打通。第二，清理你身體積存嘅所有嘅疲勞同埋焦慮同埋壓力，徹底咁樣放鬆。第三，重新補充你高頻正能量，俾你充滿電。你只需要完全放鬆，呢一道光就會療癒住你每一個細胞，允許你自己變得更加乾淨、輕盈同埋強壯。最後一次深呼吸，吸氣，將呢一道光同埋愛完全融入去你嘅身體入邊。
身體入邊每一個細胞都俾呢一道光同埋愛充斥住。呼氣，釋放所有殘留喺身體入邊嘅唔舒服嘅東西，呼晒出去。咁大家如果準備好嘅話，可以慢慢喐下你嘅手、腳、頭，然後慢慢睜開你嘅眼睛。歡迎大家返到嚟呢一個輕鬆嘅狀態。咁做完之後，大家會唔會有啲咩感覺呢？咁啱啱已經完成咗一次完整嘅切斷能量啦、清理能量啦、修復返啦，同埋充電。呢一個係好有效而簡單嘅能量療癒方式嚟噶。咁一般人做完之後呢，都會發現自己有幾種反應嘅。第一，胸口放鬆咗，真係冇咁悶局。第二，情緒變得平靜落嚟，冇再有焦慮。第三，又會覺得個頭清晰咗，思想好似變得順咗，突然間諗唔到嘅嘢又突然間暢通咗，諗得返。第四，身體變輕咗，好似將啲重擔卸咗落嚟，千斤重擔都卸走咗。咁全身呢都變得溫暖同埋舒服，同埋充滿放鬆嘅感覺。有啲人呢，可能呢做完之後有少少眼瞓，咁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，代表你身體已經接受咗，同埋開始自我修復啦。咁只要你有其中以上一個感覺，咁就證明你已經成功清理咗你嘅負能量，而且仲能量開始恢復同埋提升返啦，同埋暢順咗啦。為咗呢，讓呢個能量清理嘅效果更穩更持久呢，我會同大家呢分享呢幾個超實用嘅日常使用技巧，記得記低啦。第一，早晚呢需要做一次，跟住堅持3日，咁你明顯呢會發現呢睡眠嘅質素呢會變好，情緒穩定，生活運勢都會跟住提升。第二，出門口之前、見人之前、同人傾偈之後，都做10秒嘅簡單淨化，咁你就可以有效果咁樣避開外來人俾你嘅負面情緒啊，同埋守住自己嘅能量啦。第三，瞓覺之前一定要做能量提升，跟住令到你嘅深睡時間呢會加長嘅，咁會少啲做噩夢啦，同埋醒返嘅時候你會覺得精神飽滿，唔會再覺得攰啦。第四，情緒崩潰煩躁到爆炸嘅時候都即刻做，咁60秒就能夠幫你呢返去平靜落嚟噶啦，唔會再會被情緒嘅牽動同埋帶住走啦。咁記住一個底層嘅規律，就係能量乾淨，頻率穩定，好運自然嚟啦。咁呢一個呢係一個能量清理嘅核心，簡單而且又超級有效。如果你呢頭先做完之後都真係感覺到身體變輕咗，情緒變穩咗，思緒都變清咗，咁就恭喜你，你已經親身體驗過能量療癒嘅真實力量啦。咁但係我都想同你講，3分鐘嘅快速清理只係一個入門級別。如果你想解決更深層、更頑固嘅問題，比如講長期嘅內耗啊、情緒嘅反覆不定啊，跟住頻率波動大，容易受到外界嘅影響啊，瞓覺差、發夢啊，醒返嘅時候又覺得好似冇瞓過覺咁啊，人際關係唔順，或者容易招惹啲爛桃花啊，財運好似顯化得慢，金錢能量又有堵塞啊，或者你係覺得你身體係中意能量療癒，其實又想將呢樣嘢帶俾自己，
甚至你想幫到其他嘅人做專業嘅治療師，或者係做一個靈氣嘅治療師嘅話呢，咁你就邀請你要繼續關注我嘅頻道啦。我會繼續分享有關於能量治療啊、遠距離治療啊、靈氣治療啊咁樣嘅，咁大家就記得要繼續支持我嘅頻道啦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